在抖音首页搜寻热点小助手，再按标签，再按热点小助手，加入最爱。本来没有加入，也要按加入最爱。接下来按加入此标签，加入此标签哦，然后按录影，按录影。这个是录音带的呢。现在网络 YouTube 有影片了，搜寻张景贵，搜寻张景贵教授，张景贵教那个如何幽默。这个是录音带的呢。现在网络 YouTube 有影片了，搜寻张景贵，搜寻张景贵教授，张景贵教那个按录影。这个是录音带的呢。现在网络 YouTube 有影片了，搜寻。